哇，陳鋒都離譜喎！喂，鋒哥，幾時遞協下我啊？安然嘅怡寶分店足之嚟到怡寶開立，響呢個10月12號有一個隆重嘅開幕，有邊個嚟？陳鋒先生，每日嘅汗蒸只需10溝8折啊，平到冇人有啊！而家佢哋有搞緊個優惠，如果你買50次就送5次，如果你買100次就送10次，再加個美人錘啊！優惠期間只係1號至10號10月，冇錯過啊！要快啲嚟啊！想唔想睇下入邊係點嘅？帶你哋打個啷先。入到嚟已經係成身汗啦，我都未準備啊，已經成身汗啦。佢有4個簡單步驟嘅，第一個步驟咧就係 K 字10分鐘，趴字20分鐘，調翻轉個套10分鐘，到最後咧就係錯字5分鐘，成個過程45分鐘。入到嚟係好熱咗啦，好舒服。如果係更加舒服嘅體驗，就要自己嚟試啊！已經睇晒咗啦，大家冇再考慮啦，快啲嚟啊！響12號10月佢哋嘅開幕期間，除咗有陳鋒嚟之外，佢仲有一個特別嘅優惠，淨係for嗰日嘅啫。你買50次送8次，買100次送20次，仲有一個美人錘。如果係見齊鋒就記得係10月12號嚟見阿鋒哥啦。